各位街坊，我問你哋一個問題：一個人嘅晚年到底苦唔苦，係幾時決定嘅？好多人以為係退休嗰陣決定嘅，又有人話係年青嗰陣積落幾多錢決定嘅。但係從命理嘅角度嚟睇，真正嘅分水嶺就喺65歲，呢個數字唔係隨口講嘅，背後有好深嘅玄機。65歲，你手上揸住咗記咗幾樣嘢，就決定咗你接下嚟幾十年嘅命運揸得穩，晚年安樂自在，笑到最後揸唔住，就算你有幾多身家幾多仔女都未必過得好。今日就同大家拆解清楚，到底65歲要揸住邊幾樣護身符先至可以真正安享晚年？點解偏偏係65歲呢？學過命理嘅朋友都知道，中國術數入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就係60年一個循環，由出世開始計，行過60年等於行完一個完整嘅週期。到咗60歲，好多人會覺得鬆一口氣，覺得自己捱過嚟啦，可以歇一歇啦。但係你要留意，60歲只係一個循環嘅結束，真正嘅新階段係由61歲開始，而65歲正正係呢個新階段入面一個好關鍵嘅節點。點解呢？因為由61歲踏入新嘅循環之後，頭幾年身體同精神仲有慣性，仲可以靠之前嘅底子撐住，但係到咗65歲，舊嘅底子已經消耗得七七八八，新嘅狀態又未必穩定落嚟。呢個時候就係最容易出事嘅時候，好似一架車行咗幾十萬公里，零件已經磨損得差唔多，如果你唔做保養，唔換零件，架車隨時喺路上拋錨。65歲就係呢個保養嘅關鍵時刻。從易經嘅角度嚟睇，6呢個數字代表陰爻嘅極致，而5係一個居中嘅位置，陰到極致又居中，呢個組合好有意思，代表嘅係一種由外轉內、由動轉靜嘅狀態。人到咗65歲，外在嘅拼搏、爭奪、奔波，基本上已經告一段落。但係內在嘅世界先至真正開始重要起嚟，你嘅身體狀況、你嘅心理狀態、你嘅精神世界、你嘅經濟基礎，呢幾樣嘢喺65歲之前可能唔係咁明顯，因為你仲有精力去彌補。但係過咗65歲，呢幾樣嘢就會好坦白咁擺喺你面前，缺邊樣就痛邊樣，再冇得回避。所以話65歲係分水嶺，唔係嚇你哋，係命理上面真真正正嘅一個轉折點。再從流年大運嘅角度講，每個人一生行嘅大運都唔同，但係大部分人喺65歲前後都會經歷一次大運嘅交接，舊嘅運勢慢慢退去，新嘅運勢開始入嚟。呢種交接嘅過程就好似河流匯合嘅地方，水流會變得湍急同混亂。如果你本身嘅根基唔穩，喺呢個交接期就好容易被沖走。反過嚟講，如果你準備充足、根基紮實，咁呢次交接反而會帶嚟新嘅機遇同安定。所以65歲呢個年紀唔係叫你去擔心，而係叫你去準備。準備好嘅人，後面幾十年都可以過得安安穩穩。冇準備嘅人就好容易跌入困境。好啦，咁到底要準備啲乜呢？以下呢幾樣嘢，我稱之為護身符，因為佢哋真係可以保你晚年平安順遂。第一樣護身符就係一個健康嘅身體。呢樣嘢講出嚟，大家可能覺得老生常談，但係你真正去了解命理之後，就會明白健康對於一個人嘅運勢嚟講有幾重要。易經入面有一個好核心嘅思想，就係生生不息。乜嘢叫生生不息呢？就係話宇宙萬物嘅本質就係不斷咁運轉，不斷咁變化，不斷咁產生新嘅生命力。一旦停滯落嚟，就代表衰敗嘅開始。人嘅身體都一樣，你嘅氣血要流通，
你嘅筋骨要活動，你嘅臟腑要運轉，呢個先至係健康嘅狀態。一旦你停咗落嚟，乜都唔做，成日坐喺度唔喐，你以為自己係喺度享福，實際上你係喺度慢性咁傷害自己。我見過好多老人家一退休就覺得自己年紀大啦，乜都做唔到啦，將屋企所有嘅事交俾老伴或者仔女，自己就坐喺梳化度睇電視，一坐就係一日，飲杯水都要人遞過你，行個樓梯都覺得辛苦。時間耐咗，成個人嘅身體機能衰退得好快，手腳越嚟越唔靈活，精神狀態越嚟越差，各種各樣嘅病痛都揾上門嚟。到嗰個時候，就算你有幾多錢，食幾多補品都挽救唔到，因為你已經違反咗生生不息呢個最基本嘅天道法則。命理上面有一句話叫做身旺則財旺，意思就係話你個人嘅身體底子好，你嘅運勢先至會好。呢度講嘅身唔單止係指你嘅肉體，仲包括你嘅精氣神。一個精氣神充足嘅人，做乜嘢都有勁頭，見到人都笑容滿面，自然會吸引好嘅人同好嘅事埋嚟。反過嚟講，一個精氣神衰敗嘅人，成日病怏怏，無精打采，唔單止自己辛苦，身邊嘅人都會被你影響到。所以話身體係一切嘅根基，呢句話唔係講客嘅。咁要點樣保持健康呢？其實唔使你去做啲好辛苦嘅運動，都唔使你花大錢去買啲貴價嘅營養品。最緊要嘅就係兩個字：活動。你要令自己嘅身體保持活動嘅狀態，每日疊下被、掃下地、抹下台，呢啲日常嘅小事就已經係一種好好嘅運動。或者去公園行下，同街坊傾下偈，打下太極，都係好好嘅選擇。風水上面講究氣場嘅流通，一間屋嘅氣場如果唔流通，就會積聚污濁之氣，住喺入面嘅人就容易生病。人嘅身體都係同一道理，你嘅氣血要流通，你嘅關節要活動，你嘅肺部要呼吸新鮮空氣，呢個先至係養生嘅正道。有一種講法好值得大家深思，健康係一，其他一切嘅嘢，錢財、名譽、子孫、房產都係呢個一後面嘅零。有咗一，後面嘅零越多就越有加尋。但係如果冇咗呢個一，後面就算有再多嘅零，加埋都仲係零。呢個道理好簡單，但係偏偏好多人喺65歲之前都唔重視，到咗身體出事嗰陣先超後，但係已經遲咗。所以我話健康嘅身體係晚年最重要嘅護身符，冇之一。你要喺65歲之前，甚至更早就開始認真咁對待自己嘅身體，唔好等到出事先至嚟補救，因為有啲嘢一旦失去咗，真係好難再揾翻嚟。你可能會話，我有錢可以請最好嘅醫生，食最好嘅藥，住最好嘅醫院，但係你要明白一樣嘢，錢可以買到藥物，但係買唔到健康。錢可以請到護工，但係買唔到你嘅行動自如。錢可以延長你嘅壽命，但係買唔到你嘅生活質素。一個臥床嘅富翁同一個健步如飛嘅普通老人，邊個更加幸福？唔使我講你都知道。所以千祈唔好以為有錢就可以解決一切。身體嘅衰退唔係錢可以挽留嘅，唯一嘅方法就係趁你仲可以動嘅時候，好好咁保養自己嘅身體，令佢可以陪你行更遠嘅路。講完身體，第二樣護身符就係一個唔計較嘅軟心態。呢樣嘢喺命理上面嘅重要性，可能超出好多人嘅思想。易經入面有一對好重要嘅卦，一個講損，一個講益。呢兩個卦嘅智慧好深。簡單嚟講就係話，你要識得放低先至可以得到。你願意選去一啲執着、一啲計較、一啲憤怒，
你就會益到健康、平和同福氣。反過嚟講，如果你乜都揸住唔放，乜都要爭，乜都要贏，乜都要計較到底，表面上好似贏咗，實際上你輸掉嘅係自己嘅心安同健康。好多人到咗65歲，成日都喺度生氣、嬲嘢，嬲老伴做嘢唔夠細心，嬲仔女唔夠孝順，嬲社會對老人家唔夠尊重，嬲自己嘅命。點解咁差？日日都喺度生氣，日日都喺度計較。你知唔知道喺命理上面，一個人嘅怒氣係會直接影響佢嘅運勢嘅。命理入面有一種叫做印星嘅五行力量，呢種力量如果過旺，就會令一個人變得固執、鑽牛角尖，事事都要按照自己嘅想法嚟。呢種人表面上好似好有原則、好有主見，實際上係被自己嘅執念困住咗，活得好辛苦。到咗晚年，呢種執念只會越嚟越強，因為你覺得自己行咗大半世，經驗豐富，憑乜嘢要我遷就其他人？但係你要明白，命理嘅規律話俾你聽，越執着就越損口，越計較就越失去。風水上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叫做明堂。一間屋嘅明堂，如果開闊，氣場就流通，住喺入面嘅人就會覺得心曠神怡。如果明堂窄窄逼逼，堆滿雜物，咁氣場就會受阻，住喺入面嘅人就容易煩躁、焦慮、生病。人嘅心胸其實就等於呢間屋嘅明堂，你嘅心胸越開闊，你嘅內在氣場就越流通，你嘅運勢同健康就越好。反之，你嘅心胸越窄，你就越容易被各種負面情緒困住，運勢同健康都會受到影響。所以話一個好嘅心態唔係性格問題，而係風水問題。你嘅內在風水，你有冇留意到一樣嘢？就係長壽老人家通常都有一個共同嘅特點，佢哋唔係最有錢嘅，唔係最有權嘅，唔係仔女最孝順嘅，但係佢哋一定係心態最好嘅。你去觀察呢啲長壽老人，佢哋大多數都好隨和，唔爭唔搶，唔會為咗一啲小事同人吵架。人哋講佢兩句，佢笑下就算啦。仔女做嘢唔啱佢心意，佢都唔會記掛好耐，過2日就忘記啦。呢種人嘅內在氣場係好穩定嘅，好通暢嘅，所以佢哋嘅身體機能都可以保持喺一個好好嘅狀態。你可能會話，我都想心態好啊，但係我控制唔到自己嘅情緒啊。其實心態呢樣嘢係可以修煉嘅，點樣修煉呢？首先你要學識一個字，接納。接納乜嘢呢？接納呢個世界嘅唔完美，接納身邊嘅人嘅唔完美，仲有最重要嘅，接納你自己嘅唔完美。你嘅老伴可能做嘢真係唔夠細心，但係佢陪咗你幾十年，呢份情誼你要唔要呢？你嘅仔女可能真係唔夠孝順，但係佢哋有自己嘅家庭同壓力，你理唔理解呢？你嘅人生可能真係有好多遺憾，但係你已經行到65歲，呢件事本身就已經好難得啦。你認唔認同呢？學識接納唔代表你要做一個冇原則嘅人，唔代表你要委屈自己去遷就所有人，而係你要明白呢個世界本來就唔係圍住你嚟轉嘅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難處同局限。你放低咗對別人嘅期望，就等於放過咗自己。你唔再要求所有嘢都按照你嘅心意嚟發展，你就會發現，其實生活入面嘅好嘢多過壞嘢好多。呢個就係易經入面選益之道嘅精髓。你選去執着，就益得自在。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，就係唔好同人比較。到咗65歲，有啲人會好中意同以前嘅同事、朋友、親戚比較，人哋嘅仔女做大生意，自己嘅仔女打份普通工，人哋住大屋、揸靚車，
自己住公屋搭巴士，越比較就越唔開心，越唔開心就越影響健康。命理上面講，每個人嘅命格都唔同，每個人嘅福祿壽都有各自嘅定數。你拎自己嘅命去同人比較，根本就冇意義。你要比較嘅唔係你同別人之間嘅差距，而係你今日同舊日嘅自己比，你有冇活得更加開心、更加自在？如果有，咁你就係喺進步；如果冇，咁你就要檢討下自己嘅心態，係咪出咗問題？講真，人到咗65歲，餘下嘅日子說多唔多，說少唔少，開心一日係一日，唔開心一日都係一日。你點解要喘住一肚子氣去過呢？有啲嘢你計較咗大半世，到頭嚟又點呢？你贏咗個道理，輸咗個心情，值唔值得？好多老人家到咗臨終嗰陣先至明白呢個道理，但係已經太遲啦。所以我勸各位，趁仲有得喘就放低佢，趁仲有得笑就笑多幾聲。呢個唔計較嘅軟心態，係你晚年嘅第二個護身符，佢嘅力量比你想象中大好多。第三樣護身符就係要有屬於自己嘅樂趣。呢樣嘢講出嚟好似好簡單，但係你去觀察下，有幾多65歲嘅老人家係真正有自己嘅樂趣嘅？大部分人嘅生活都係咁樣，朝早起身食個早餐，坐喺度睇電視，中午食個飯，繼續睇電視，下午瞓個覺，起身又睇電視，晚頭食完飯睇多陣電視就瞓覺，日日如是，年年如是。呢種生活過得耐咗，成個人嘅精氣神就會慢慢消磨殆盡，你會覺得日子越過越漫長，越過越冇意思，甚至會開始懷疑自己活着仲有乜嘢價值。呢種想法一旦出現係好危險嘅。易經入面有一個卦叫做兌卦，呢個卦嘅核心意義就係一個字，悅。乜嘢叫做悅呢？就係發自內心嘅歡喜同滿足。易經嘅智慧話俾我哋聽，人活喺世上，唔單止要解決溫飽嘅問題，仲要滿足精神上面嘅需要。一個人如果精神世界空虛，就算物質生活再豐富，都唔會感到真正嘅幸福。而到咗65歲，物質上面嘅需求其實已經唔係好大，反而係精神上面嘅需求變得越嚟越重要。你需要揾到一樣可以令你投入、令你開心、令你覺得生活有意思嘅事情。呢樣嘢唔使好偉大，唔使好高深，更加唔使花好多錢，可以係種幾盆花，每日睇住佢哋發芽、生葉、開花，感受生命嘅力量。可以養幾條魚，睇住佢哋喺水入面游嚟游去，心情自然就平靜落嚟。可以係去公園行下，呼吸下新鮮空氣，同其他老友記傾下偈，交流下近況。可以係打下太極，練下書法，下下象棋，打下麻雀，甚至可以喺屋企研究下煮食，試下新嘅菜式，整嘅靚湯，滿足下自己嘅味蕾。呢啲都係好好嘅樂趣，唔使你付出好多嘅體力同金錢，但係可以令你嘅生活充實好多，令你嘅心情愉快好多。命理上面有一個概念叫做食神，呢個食神唔係指食嘢嘅神仙，而係指一個人命格入面代表享受、才華同樂趣嘅五行力量。一個命格入面食神旺嘅人，通常都係好識得享受生活嘅人，佢哋有自己嘅興趣愛好，有自己嘅精神追求，活得好有滋味。而食神弱嘅人就容易覺得生活乏味，提唔起勁。到咗65歲，你就算命格入面食神唔旺，你都可以通過主動咁去培養自己嘅興趣愛好嚟增強呢股力量。呢個就係命理上面講嘅後天補救。你改變唔到你嘅先天命格，但係你可以通過後天嘅努力嚟調整同優化。我講一個真實嘅故事俾大家聽。
以前有一個退休嘅老伯，退休之前係做會計嘅，成日對住數字，性格好嚴謹，好刻板。退休之後，佢覺得自己乜都做唔到，日日坐喺屋企發呆，越坐越唔開心，身體都越嚟越差。後嚟佢嘅老伴建議佢去學下畫畫，佢一開始好抗拒，覺得自己咁大年紀先嚟學畫畫，唔係好荒謬咩？但係佢老伴堅持，佢就去試下，結果一試就上癮啦。佢發現自己原來好中意畫山水畫，每日都畫幾個鐘頭，越畫越開心，越畫越有精神。幾年之後，佢嘅畫仲喺社區搞個展覽，好多人都話佢畫得好靚。你睇呢個老伯嘅人生喺65歲之後，反而活出咗新嘅精彩，就係因為佢揾到咗屬於自己嘅樂趣。講完精神層面，第4樣護身符就比較現實啦，就係你手上要有足夠嘅養老錢。我知道有啲人一聽到講錢就覺得俗氣，覺得人老咗應該睇淡呢啲身外之物，但係你要面對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，你嘅日常開支邊個嚟俾？你生病需要睇醫生嘅時候，醫藥費邊度嚟？你想食嘢嘅時候，想添件衫嘅時候，想出去行客嘅時候，使費邊度嚟？如果呢啲都要開口問仔女攞，你覺得你會唔會覺得難為情？你覺得你仲有冇尊嚴？命理上面有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叫做財富。乜嘢叫做財富呢？唔係話你要發大財做富豪，而係話你要有個庫去儲存你嘅錢財。呢個庫唔使好大，但係一定要有。佢嘅作用就係俾你個安全感，俾你個底氣，令你喺需要用錢嘅時候唔使驚，唔使愁，唔使求人。一個人嘅命格入面如果有財富，代表佢識得積累同保管錢財，唔會隨便揮霍。而如果命格入面冇財富，就代表呢個人嘅錢財容易散失，留唔住。但係無論你嘅命格入面有冇財富，你都可以通過後天嘅理財習慣嚟彌補。到咗65歲，你嘅收入來源基本上就係退休金或者之前嘅積蓄。呢個時候你一定要好好咁規劃自己嘅財務，確保自己有足夠嘅錢去應付日常嘅開支同突發嘅情況。唔好將所有嘅錢都交俾仔女管理，都唔好將所有嘅錢都投放喺高風險嘅投資上面。你要留一筆保命錢喺自己手上，呢筆錢係專門用嚟應付不時之需嘅，唔到萬不得已唔好動用。好多老人家會話：我有仔女啊，佢哋會養我嘅。呢個想法唔能夠話錯，但係你要面對一個現實，你嘅仔女都有自己嘅家庭要顧，佢哋要供樓，要養細路，要交學費，要應付自己嘅日常開支，壓力已經好大啦。你每次開口問佢哋攞錢，佢哋就算唔話你，心入面都會有壓力。時間耐咗，親子關係就會變得緊張，到時候大家都唔開心。所以最好嘅方法就係自己手上有錢，唔使事事都要靠仔女。呢個唔係話你同仔女嘅關係唔好，恰恰相反，係因為你唔想俾呢種經濟嘅壓力去影響你哋之間嘅感情。有一句俗話講得好，手中有糧，心中唔慌。呢句話用喺65歲嘅老人家身上特別貼切。你手上有足夠嘅養老錢，你嘅心態就會好定，唔會成日擔心呢樣嗰樣。你去睇醫生嘅時候唔使擔心醫藥費嘅問題，你想食嘢嘅時候唔使計較幾蚊雞嘅差價，你想買件新衫嘅時候唔使猶豫再三。呢種唔使為錢擔憂嘅狀態本身就係一種好大嘅幸福。但係你都要記住，有錢唔代表你就可以肆無忌憚咁。使到咗65歲，你嘅收入基本上係固定嘅，唔會再有大幅增長嘅可能。所以你要學識精打細算，
將錢用喺刀刃上面。乜嘢係刀刃？就係你嘅健康、你嘅日常生活、你嘅合理享受，而唔係用嚟攀比、炫耀或者做一啲冇意義嘅投資。命理上面講，財要有庫，意思就係話錢要識得儲存同管理，唔可以亂使。你要做自己嘅財務管家，而唔係做錢嘅奴隸。仲有一樣嘢，我要特別提醒各位老友記，就係千祈唔好因為貪心而俾人騙。現在社會上面有好多針對老人家嘅騙局，乜嘢高回報投資啊、免費旅遊啊、包治百病嘅保健品啊，五花八門。好多老人家因為貪小便宜或者判斷力下降，一唔小心就中招，辛辛苦苦儲落嘅養老錢就咁冇咗，呢個係好可惜嘅事。所以你要時刻保持警惕，唔好輕易相信陌生人嘅花言巧語，有乜嘢唔確定嘅事就問。信得過嘅人先至做決定，保護好你嘅養老錢就係保護好你嘅晚年。好啦，講完呢4樣護身符，健康嘅身體、唔計較嘅軟心態、屬於自己嘅樂趣、足夠嘅養老錢，我想同大家講下佢哋之間嘅關係。呢4樣嘢唔係獨立存在嘅，佢哋係互相關聯、互相影響噶。你有健康嘅身體，你先至有精力去培養自己嘅樂趣；你有好嘅心態，你嘅身體先至唔會被負面情緒拖垮；你有足夠嘅養老錢，你先至可以安心咁去享受生活；而你有自己嘅樂趣，又會反過嚟令你嘅心態更好，身體更健康。佢哋4樣係一個循環，互相滋養嘅。從易經嘅角度嚟睇，呢4樣嘢就好似4象一樣，太陽、太陰、少陽、少陰。太陽代表嘅係最旺盛嘅生命力，對應嘅就係健康嘅身體；太陰代表嘅係最沉穩嘅包容力，對應嘅就係唔計較嘅軟心態；少陽代表嘅係初生嘅活力同喜悅，對應嘅就係屬於自己嘅樂趣。少陰代表嘅係收藏同積累，對應嘅就係足夠嘅養老錢。4象齊備，天地平衡，人生自然安泰，缺少任何一樣都會令整個系統失去平衡，從而帶嚟各種各樣嘅問題。所以你千祈唔好以為只要有錢就夠啦，或者只要身體好就夠啦。呢4樣嘢要一齊準備好，一齊維護好，你嘅晚年先至會真正嘅幸福安樂。缺少邊一樣都會有遺憾，都會有問題。就好似一張台要4隻腳先至企得穩，你少咗一隻腳，張台就會歪，就會倒。呢個晚年生活都係一樣嘅道理。所以各位65歲嘅老友記，或者即將踏入65歲嘅朋友，唔好怕。呢個年紀唔係一個需要害怕嘅年紀，而係一個需要認真準備嘅年紀。你準備好呢4樣護身符啊，就等於俾自己嘅晚年買咗一份最好嘅保險。呢份保險唔使交月費，唔使簽合約，但係佢嘅保障比任何商業保險都嚟得實在。命由天定，運由己做。你嘅晚年苦唔苦，甜唔甜？答案其實就喺你自己手上。揸住呢4樣護身符，健康行路，放低計較，活出樂趣，袋穩銀兩，再行幾十年都冇問題。65歲唔係黃昏，係另一個黎明。記住，65歲之後嘅每一日都係賺翻嚟嘅。既然係賺翻嚟嘅，就更加要好好珍惜，好好享受，唔好浪費喺嬲人嘅事上面，唔好浪費喺擔憂嘅事上面，唔好浪費喺冇意義嘅比較上面，將你嘅時間同精力放喺真正重要嘅嘢上面。你嘅身體、你嘅心情、你嘅興趣、你嘅生活，咁你就會發現，原來65歲之後嘅人生可以比之前更加精彩、更加自在、更加幸福。呢個就係命理俾我哋嘅最大啟示。人生冇話太遲，只要你肯行動，
晚年嘅福氣從來都唔係天跌落嚟嘅，係你自己一日一日咁積累翻嚟嘅。你今日種落嘅因，就係你將來收穫嘅果，嗰種善因得善果。呢個道理用喺人生嘅任何一個階段都適用，用喺65歲之後就更加重要。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希望各位老友記都可以好好咁消化呢番說話，然後從今日開始為自己嘅晚年做好準備，唔好等到問題出現先至嚟補救，要喺問題出現之前就做好預防。呢個就係易經教俾我哋嘅未雨綢繆嘅智慧。你準備得越早，準備得越充分，你嘅晚年就會越安穩，越幸福。